在你，我只说只要永远。
许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想要静心，享受这个丰盛主的爱在我们当中。
们每个人都能够得以在这里，享受那丰富的爱。我觉得你看，我们说我们每个人，无论在职场环境、学校环境，甚至是我们脚所踏之地，都能够因那地，都能够让那地因我们而得福。这是你求你，圣灵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，浇灌在我们每个人身上，让我们能够安静心预备自己来领受主你的话语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